聽我一句勸啊，人生最後一套房啊，可以揀大花園嘅，就一定要揀大花園嘅房。我俾3個理由啊。第一係真正嘅私密自由，你喺樓上書房度辦公，細路仔喺1樓客廳度玩耍，愛人喺地下室度健身哦，父母咧就喺個花園入邊度飲茶賞花，呢一種各得其所又彼此陪伴嘅生活，大平層再大亦都比擬唔到。呢個係立體空間對平面空間嘅一個降維打擊。第二就係超強嘅家庭成長性哦。細路仔大咗之後可以改成獨立嘅套房，父母年紀大咗住一層方便安心，家會跟住你哋一齊成長，適配變化，呢啲先至係有生命力嘅房。第三不可代替嘅資產同埋情緒價值，你擁有嘅唔只係一套房而係一方可以安放嘅生活，傳承俾後代嘅天地。所以人生最後一套房一定要揀大花園嘅，大平層買嘅就係別人眼裏嘅一個體面，而大花園嘅係買屬於真正自己嘅從容同自由。呢一套係名泉曲嘅雙拼別墅建築232平方實用450平方嘅。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後台啲我嘅。